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5，箴言15章13到14節來講，快樂的心為互面笑笑，心若憂悶，為損傷心神。聰明的人的心喙財物，戇人的喙一昧好愚妄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有快樂的心，用心喙財物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賜豐盛活命的主，感謝你佇阮生命的每一天，攏賜下你的恩典甲保守。感謝你，互阮有氣力來面對所拄着的困境甲挑戰。主啊！願求你將你的平安甲喜樂充滿阮的心，互阮無論佇啥物境況，攏有對你來的平安。主啊，求你刷開阮一切憂愁甲重擔，互阮會曉完全信靠你，互你的平安甲喜樂臨到佇阮。主啊，因為阮知心快樂的心，為互面笑笑，心若憂悶，為損傷心神。所以，聰明的人的心喙財物，戇人的喙一味好愚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